空且往点的乾到宫，坤到宫，点师好，点堂师好，请坐下。各位亲爱的前贤，大家再次早安。早安。我继续来给咱报告哈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爱可能袂复讲啊，这些都是见证天恩师的哈。所以只要咱发心的当下吼，上天拢在给咱保持。发心发道，发心修办道的那个当下，上天拢给咱保持啊。所以咱大家爱有信心哈。好。举一个这个，金魂蛋黄面哈。举这个哈，因为哈，咱爱祥佛堂刚落成哦，有啊，咱光辉佛堂也是这几年，哦，对有啊85年，吼来甲人开放对土地厝，到租的租的厝，甲人一个财团，互咱使用，你即马目前呢，一栋大楼的7楼。使用两期了，才有楼顶人标着安尼，这段过程确实是因为咱道场吼，咱拢知影，咱无可能欠足侪钱的啊。因为了原的有数，但是开销足侪，咱不断的要开放啊，所以无一间佛堂讲，我现金传遍来去买佛堂起佛堂。所以我相信，咱爱祥佛堂吼，在建设的这过程前后啊，完全是一定承受相当大的一种压力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点是一次感恩的，能够感同身受啊，不容易。所以咱佛堂吼，光辉迄阵嘛是贷款来啊，起嘛是贷款，贷款了，因为有安尼共同的目标，所以就起码真和气啊所以只要有机会，就是要赚钱，那园游会啦，有啥物义卖的机会啊，咱拢等于到中心中等遐上课嘛那道亲很发心，他们上课伊就会招伊的留学，伊去班坐班，就伊的留学道亲去遐卖乡村饼，有认真无？乡村饼，要卖乡村饼，连家酥汤啦、煎台啦、豆遐卵啦，什物材料拢爱查，哩哩个个也真麻烦。但是因为有心，就无感觉麻烦。这样，结果他们要入班一样是礼拜5晚上那或许是第一部车第一台车已经到位啊，11点接到电话，讲梁氏这边出车祸，紧张一个，结果讲到安怎冰车啊，这台在材料8人座厢型车，迄台较大台所以8人坐，阮后壁拢载这器具啊，然后问讲安怎讲稍微受伤安尼，毋是安尼情况，较紧调2台车去，一台想讲爱出。看情形楼的现场嘛，一台要甲无代志的帮员再转来上课安尼赶快休息，隔天才能上课。结果到的时候一看，有要昏倒，已经叫拖吊车拖落彰化交流道遐，已经冰伫遐密密麻麻，迄根本就报废了，没办法修理了，这么严重人车内的班员2个小可擦伤而已。然后那些擦伤嘛，爱出来北医的公安观察后脑震荡，所以那天晚上我雪就陪他们2位困到伊遐看到时迄阵紧张袂感觉，拢无想无思考，然后就问他们说，事后去到北医看到这爱笑那没事的，的时阵才看爱笑，迄个道亲困到查某囡仔尔，规头规面拢是软，黄的白蛋花因为迄两庄规咱怎伊坐伫上后壁排第3排规头规面安尼看着较爱笑。这家问讲迄过程那上天很慈悲，讲发现讲从西螺休息站要搁开始出发以后，就感觉车子是稍微怪怪的，马星都无够，因为你想讲可能是路无平安尼啦，结果才知道原来爆胎爆胎弄着壁。护肩的那个护栏之后，然后再反弹，端出去以后，安尼才回转了，安尼
失控了，车子失控之后叫冰枪。那这么重要、这么大的撞击，居然瓦斯没破，黑人爆炸你不得了，对不吼？而且一间车门都没有办法打开了哦，没有办法打开，开袂开，尾啊怎对面顶，因冰啊嘛吼，冰啊，所以一边副驾驶座这边是腾空的，腾空的，怎对面顶安尼，嘛爬袂起啊。啊，拄好后壁一台车，迄一个年轻人非常自卑啊，就见义勇为，他停落来，一个安尼甲救起来，安尼救出来呢，救出来。那或许就问他们说，啊，你车子失控的当下，你有想着要用三宝的举手？无，敢若一个讲师尔。啊，讲啊，你其他人当下都想什么？伊讲去啊，啊娘喂，不经意的，对，各位姐姐有没有常常使用三宝心法？这三宝五字真经，不是将来如意一天三关九口才用到啊，嘛不是求有做，平常就在降服自己的心性。在那很紧急的、不经意的当下，你才用得出来。比如是人口头禅的安娘话，一尊的话安娘话，对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体会啊，就很上天很感恩啊，很慈悲，毫发无伤，就是稍微受伤而已。那有的是较新的就亲，其中一个是较新啦吼，伊就讲伊心内想讲，要猜嘛莫来，那当面嘛吼，可你知道吗？那个就是蛋花面那个。伊就讲伊爸爸本来不反对啊嘛，伊就勉强要来。后来才知道，谁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其实这个都是不是无代无志。那部车本来约好要8人要上车，临时一个人伊讲啊，伊看袂有，伊坐下一班车，有几啊台车，下一班车。这个蛋花妹伊讲安尼我会当较早去哦，伊怎啊目击到？后来才知道，那2位稍微受伤的，其中另外一个蛋花妹嘛，另外一个浅浅，伊讲事后他自己才分享，伊讲吼，伊经过偌久，伊一个朋友的妈妈会算紫微斗数，而且很准，有甲伊提醒，事情发生之后他才想起来，有甲伊提醒讲，接下来你有一个很大的关卡，要小心安尼啦。啊，伊想讲伊伫道场伊嘛，也无咧较惊啦，无咧注意安尼啦。事后才回想起来，才知讲啊，原来上帝主义帮伊过一个关，该经受、该遭受的这，我们无功无德啊！那上天已经帮我们大化小了。他分享之后，那个蛋花妹才伊家己才知讲，哇，你是爱感恩的，他事情是要感恩的。你本来也许没命的，结果只是上帝稍微的擦撞一个擦伤而已，很感恩这个太多了，举不完了我相信各位姐姐也会有很多类似的，为什么突然不能好，那再来要跟各位报告说，上天恩赐的大礼物是咱光辉讲堂不要都叫后悔，就光辉在民国85年农历的10月初6安堂。然后呢，尾啊，就已经活动无够大，以后就开始找厝。迄阵也无财力可以自己找房子啊，找看有较大间的，辗转，反正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上天拢甲咱摆甲好势。那时候咱住伫大湾路的66号66号，上细间啊，找拢无适合的厝。尾啊，拄好一个学生下课的时候，伊家己我讲。但是咱隔壁间62号遐拄好伫边仔间伊在贴出租的那个单子安尼，伊话怎去看？边仔间所以较大一大概1/3，就免讲也有够用所以咱对66号搬来62号，佫经过1年，佫无够用无够用以后，原来66号因佫拄好厝骹佫搬走，房客又搬走。搬走之后，所以咱是同时62号跟66号同齐做2间同齐使用，免用佫会当使用2年以后，佫无够大。即阵要找厝，应该就困难，对无？开始就找土地嘛无去考虑讲钱伫倒位啦，先有才讲嘛。后来那段时间刚好一个前选训部的部长朱武宪朱部长，伊拄好嘛咱的同志嘛，咱讲领导的，因算大细声的有一次拄好领导很慈悲啦虽然咱
远远在台南，过台南的代志，拢会报告上方嘛，所以嘛知影咱咧找活动。啊，像开讲的时阵讲着，部长讲，啊，我一个朋友吼，伊伫安平遐有一个楼层吼，无咧使用，啊无，我甲讲，啊你去看卖，哎，书会下用吼，就互咱用安尼。结果我们就辗转搬到从永康搬到台南现在的市政府旁边的华路这里，在7楼。啊，迄个出租公互咱无偿使用2年。第3年呢，一个月租金10万，有无？所以经过1年以后，我就开始紧张啊，无去紧找咱的厝，一个月固定就10万，跟其他的开销，那太恐怖了哦。开始又要找，找怎么办？哦，四界找拢找无出来。后来有一天晚上要回来，去办到，回来晚上大概12点左右，那一个咱管理处的管理员。伊讲王经理，咱楼顶听讲要拍卖呢，我带你来看好无？安尼啊，就这样。后学就甲问讲几楼？伊讲23楼。后学那时候第一个想法，遐悬着。咱咧想看到活动当然家己的土地啊，规划咱使用的，有庭园、后院、停车场，对不对？安尼，人都遐好意啊，要带人去你看，咱就来甲看。看了印象不好，足红的哦。以前做夜店所有装潢都是黑色的。印象不好，有2年没使用，蛮挺不好。但是这些事情，包括找佛堂的过程，或许都会回去报告上方跟请示领导跟大的枢纽。尾恁得到指示，伊请听着啊，报告足侪惊的哦，拢无啥物反应。尾讲咱楼顶嘛要拍卖，意思讲，开电脑互咱看，拍卖就拍卖的公告嘛，这样子。但是上方真的或许一直觉得上方就是咱一支无形的大的保护伞，只要有重要的问题，转头清晰，上方就会给咱很明确的指示。有没有感觉？有大的红点是在，大家是不是很安心？但是那段时间如果出国，咱会感觉，有代志要清晰的时阵呢，求助无门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方真的就是我们的一把大伞哦。然后上方的指引就讲安尼来去遮，那个是真的是前瞻性的，前瞻，因为市政府的底下嘛安尼，那整个格局就。